台北羽毛球公开赛昨昏进入回来赛，咱台湾的戴资颖拍败印度的选手，拍入前16强，也让下晡要和咱台湾的选手相战。拜三上班日透中道的台北小巨蛋，有关有上百个球迷来到位，因拢要来观看戴资颖的3连败比赛。规场比赛直直听到球迷喊声加油。戴资颖倒脚扣啊，同款是带保护束啊。伊这边要对战去年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北交手给印度少年选手何曼斯，头一局就拍出5-0领先，了后双边的分数是愈有差愈多，21比11，戴资颖先赢。第二局一开局就连摕6分，11比4进入技术鉴定，最后是21比10，伊开27分钟直落里进入16强。伊讲脚虽然痛，不过转来拍球真欢喜。应该说，就是这边的比赛，台湾的比赛是我应该是最后一次会参加，所以我当然还是在自己可以的情况下会希望参赛。但是如果今天不是在台湾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参赛了。会选择要参加台北公开赛，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，他们其实是因为很多原因，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国看我比赛。所以我希望说自己参赛的时候，这些人可以到场。戴资颖讲，若不是伫台湾比赛，伊就袂参加。也若是针对社群平台顶面，有人咧问讲，伊敢真正今年底就要退役？伊讲伊无咧讲白贼。我已经说这么多次了，我没有在骗人的，不会，明年不会再出来了。伊搁再讲一摆，伊要退役的决心。也若伫台湾最后一战，敢有想要拼3连霸？戴资颖讲，也毋知影家己当战到什么时阵，无想遐尼多，刷来16强比赛，伊会对战按资格赛出线的台湾选手杨玉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